过年回家和亲戚一读乱回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快点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不认识。都多大岁数了，还不要孩子？咋要啊？不要孩子，等你们没了都没有人发现。发现能复活呀？不要。你俩现在做什么工作呢？我目前在 RPG 负责开荒和资源管理，最近项目 BOSS 卡在 P3阶段。对，也就是说那个role playing game。那你是领导啊？亮亮，你做什么工作呢？我主要带一个10人团，负责探索冒险世界副本这一块，和那个 Apple Banana 都有合作。那你俩这工作不一样，还挺辛苦啊。还行，主要是时间自由。能挣多少钱呢？最近运气还行，买了2套海景别墅。哎呀妈呀！你妈也没跟我说呀，把我儿子安排你公司去呀？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安排。喂弟，你妈把你安排到我公司了，你下一个百炼英雄。